做调查，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就算退休嘅，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發揚同學會特色設計3種挑戰，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大家使忙勇敢完成。準備了，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旅程。我的同學33人，來自無窮樣的所在，才61年的時間，因為上了台北讀書，所以我的有緣結同學。記得年輕的時候呢，我是一個非常靦腆，然後害羞的一個女孩。在一次因緣機會的情形之下呢，我努力地踏上了人生舞台。埋在房中漸漸發。其實在42歲以前呢，係都冇順利嘅哈，尤其我嘅婚姻來講，對我來講係一個很大打擊。不過呢，43歲以後呢，我嘅人生很大嘅轉變，因為客家歌謠。我從小是個天之驕女，在備受呵護的環境之下成長。本來是一個很有自信的女孩，經過了家庭和工作上的壓力，而讓我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幸好後來有許多的朋友和信仰以及學習的支持，使我又重拾自信心，找回嶄新的人生。同頭擺傳統嘅五線無共樣，伊能上尾做得講係當台5強人嘅好用嘅。面對自家嘅人生，從來唔是多久過。已經退休嘅33人，希望在個放喺青春嘅上面，究竟伊能還會有讓你嘅轉變呢？我今日來前面也上尾太子，因為民國60年家下，如喺台北高雄也不高，如喺人家嘅台北商業太好圖書哦，因為如同我有睇呀，叫下嚟前面咧。等於就是國父遺囑。哎，3位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一芳姐、淑姬姐、龍姐。你們畢業45年，45年了。哎，之所以從來都一度寫哈。那45年有回來過嗎？這45年，我因為公事來這邊開過會。哦，是。那有變嗎？學校應該變很多。真的。剩下這一棟樓沒變。學生活動中心沒變。看，這就是在這個活動中心舉辦的畢業典禮，對，好多人呢。我知道，一芳姐跟龍姐是台北人，對，但是淑姬姐喺苗栗年，對不對？我喺苗栗石潭年咧。誒，咁唔通我來到台北讀書嘅呢？因為用了帶上下嘛，我卡做較冇錢嘅，所以我就講求來到台北。半工半讀，這張是我，你們絕對認不出來。從鄉下剛上來的時候，你說有沒有一樣？真的不一樣哎，越來越漂亮啊！這邊好像感覺建築比較有一點歷史哈，但應該跟你們那時候還是不一樣了。哦，這裡本來以前是紅磚大樓，哦，對，而且好像只有3層樓。但你們有人會當幹部嗎？哎，有啊，有啊。哎，我是班長，1到3年級都是我們的班長。哎，哦，真的哦，失敬，怎麼那麼厲害？3年都是拿獎學金，然後都當班長。那個時候，哎，高商的學費哈是1學期是500多塊，我們一餐自助餐大概5塊錢。啊，我第2學期開始就每學期拿獎學金32塊，1學期學費32塊。哇，真的。對，一直到畢業。龍姐唔但唱各位讀書，大家看伊還係對自信滿滿、生來又強又開朗嘅小妹爺，帶幾多聽落本大家。所以，當我一入學，大家都選伊做班長，
幾多同學如果隔意義。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淑姬姐跟龙姐嘛，为什么会来这个学校？然后一芳姐就说，一个人是靠成绩，一个是靠打工，然后你是我是靠爸，为什么？因为爸爸从撤退开始到台湾来呢，他总想说孩子呢能够尽量栽培。那靠爸就是因为家里状况还不错。对，我自己本身对于那个广播很有兴趣嘛。就从广播助理开始，后来做广播的主持人。那这1年当中呢，我自己觉得说，其实你做广播，你要有一些内涵，你能够讲得出一些人生的哲理。那我就觉得我需要再读书，所以我就再去考大学，就念社会工作。2033年創業到今有50年研究嘅，不過幾多冇講，大家有問起路頭白。王帥教研過後，那有想到原來下一隻行程，竟然係愛挨帶水上去，想來形容你呢？我也哈睇伊在這嘅路卡嘅行內度，伊呢問愛做水母嘅上鋪來，愛唔定原因係乜嘅呢？小心！你们也带太多东西。哇塞，真的是睡衣趴哎！是，哇，你们的睡衣都不同的风格哎。是啊，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小时候。太棒了！因为我们毕业旅行啊，就来了一个睡衣趴。对，我们全部都女生啦。但是好像对呀，你在忙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也有参加，可能去赏夜景去了。那你们那时候睡衣趴都在做什么？聊天对，然后放那个很轻快的音乐啊。那其实更不会跳，就大家就蹦蹦跳跳这样子享受一下那个放松的一个感觉，因为也已经毕业了。你们毕业后其实是没有联系，对不对？好一阵子都没有各自发展了。那你们再次联系上就是同学会，是。对。那个时候你们对淑姬姐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跟17、18岁的，淑姬好像是第2次的同学会才来参加。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听说了，她在那个客家电视台的一些歌唱比赛节目里面有得名之外呢。甚至于后来被选为之后一些选秀节目的魔王。魔王。雖然2033年喺做學生嘅時期，並唔係過熟識，是講在個見面嘅時有感覺過有緣。大家就知，小記者也蠻喺客家教育一方面過有成就，其實也當中有蠻一多艱辛嘅故事。那淑姬姐，你毕业以后是做什么工作？我毕业以后从事会计工作，在桃园。其实，在桃园这一段时间，我结婚了。结婚，可是3年我就把这个婚姻放弃了。那淑姬姐那时候离婚的时候有小朋友了吗？有，她自己还没交女朋友的时候，根本不晓得说，你们既然结婚了，就不能离婚啊？为什么可以离婚？怎么可以？我说孩子，我怎么跟你解释？我先讲你也听不懂，那就等你长大交女朋友之后你就懂了嘛。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真的是很难过，我常常跑到庙里头去哭，就是跟儿子找不到沟通的方法，找不到，完全不到。后来单身15年我才认识我现在这个老公。为什么我会在客家歌谣界这一块领域里头？有一段时间发光发热，在我的人生是一种高峰，也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最快乐的。对，最快乐的事情。那也还好，我的另一半宪哥一路上这样陪着我，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很快乐的时光，很幸福的时光。講起嘅艱苦嘅日子，2033路感覺沒冇乜嘅唔好啊。也問大家做得10多日，歡喜到創業幾多幾多年，還係細妹攞嚟一樣嘅。我為到愛人大家這個前歸長春，上到3項挑戰來本人嚟托，佢就係本人嚟有機會做定講嘅丈夫來做愛捧馬道，冇就本幾多年好跳舞嘅大家來學跳國標舞。
也係來做一啲沙沙形象，做得比上天堂國嘅空中手機。这次我们给你们选的呢，都是很漂亮的。哦，是，第一个是当这个是 model， 第一要件。model 啊，你们都很有那个优雅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舞会嘛，哈，对，重温一下。然后我们要不要去学个国标舞？然后第三个呢是，我突然在想，如果你们去当空姐，哇，空姐这个可以，这辈子好像都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因为那个身高我们都差那0.1公分。如果身高有到，是有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做。对呀，那个是梦寐以求的职业，真的吗？高不可攀的，想都不敢想。要不要讨论？最好奇就是空姐。那龙姐呢？龙姐有比较想要？我会有一点担心呢。空姐吗？对呀，因为推那个行李箱，我可能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个工作。但其他还好吗？其他我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啊，不敢想。不过如果有机会，对，你看他们讲的比我多了吧？对呀，如果有機會的話，其實做空中手機除係身高嘅標準，此外還有5大要素玫瑰重要，嘅就係身裝款跳嘅反應能力、溝通優良、語言能力同團隊合作。做空中手機係千多人嘅夢想，接下來等論大家嘅會係一場又一場唔想就想唔到嘅教育個。歡迎我們的麗卡老師，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來參與今天的空姐培訓課。我會先教一個大方向，比如說我們怎麼樣挑選適合自己的隔離霜、適底乳，那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皮膚的粉底。像天氣這麼熱，對不對？我們出去不能脫妝，要好像自己自然的皮膚的感覺。那大家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個航空公司的妝容？你比較喜歡中東系列，中東系列濃妝掛，好，可以，味道非常重。那姐姐呢？我都可以耶，都可以。我覺得你蠻有日本女生的感覺，所以你可以走東北亞路線，就妝會比較清透、比較自然，是比較有氣質的感覺。韓國的。好，走在時尚的尖端，很棒。喜歡韓妝。剛剛開始前不是有人說要畫，老師這是哪一國的啊？比較偏韓系，韓系蠻流行韓系的感覺，對。老師是講一個階段，對，姐姐們就要開始動作。對，我們現在就開始動作。我們把該遮的地方遮掉就好了，比如說黑眼圈，比如說斑點，比如說痘痘，該遮掉就好了，這是最重要的。姐在記筆記耶，有很認真哦。粉底是用在遮瑕、痘子、微血管斑點。唔家是平常無體化妝啊，聽說過難想象，像隔離霜臀帶吼，你所得講過球底杯好滿都非常多嘅哦。我咪感覺我睇順後呢，好多嘅嗰度，頭都先生咪講，做嘛一個裝嘅持久安全藥，因為航空公司伊嘅面試係貴熱的耶，故說唔家是都會下晝5-6點，唔嘅裝路盡快路花掉嘅，加唔可能路面試唔會過嘅，故說也都非常重要。唔過我韓國上嘅啲嘢係都最靈。一個中東空姐，韓國、日本空姐，伊哋那種會變種用嚟嘅用誒。這臉大，不容易，老師一貼就完成了。對，需要點經驗。哇，哎呦，真的，自己看一下，因為你後段哈也變寬了，本來只有前段。這眼睛好迷人哦。老師，這個手法是厲害耶。那有學到嗎？有學到嗎？有看到了，學不到。如果那麼快就可以學了，也是。我從來沒有嘗試過這麼樣子的那種鮮豔的哈，然後很
很夸张，我觉得是很夸张的，整个眼妆啊，眼睛变好大，我自己是觉得变得好漂亮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装扮过，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大家都变得好不一样哦，就是啊，对啊。然后我们中间呢要有一个中场休息，因为大家都饿了哈，也累了。但是我们的点心非常特别，竟然是馒头夹蛋。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念书很常吃，很常吃是白天攻读，下班就很赶啦。我们就匆匆忙忙到那个自助餐店，包着就走，拿到学校去，一边上课一边啃馒头。哦，这个是最便宜的啦，2块钱，2块钱。那时候的阳春面一碗是1块半。哦，然后这个是2块钱。现在阳春面多少？35嘛。哦，对，所以就等于差不多40块。然后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有注意到玉芳姐，你很多新产品都有，化妆的产品。然后其实化妆很多东西你也都蛮懂的，你其实以前很像小男生，对，然后很害羞，可是你现在过于活泼，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很好啊？很大，因为我就记得说我学生的时候啊，就是这样赶来赶去的搭公车嘛，那常常就有一些就是色北北啊，就是站在我们后面，然后他每次一直顶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吭声。但是我记得说有一个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主张，你自己要捍卫你自己的权益。那时候我就记得说，有一次我就带着一个雨伞嘛，他每次一顶过来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伞往他的胃就用力顶过去哦，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下一站哦，他就赶快下车了。我就心里觉得说，原来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真正的意思。那时候其实很勇敢哦。对，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真正要什么，你是可以表达出来的。那个其实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捩点。是，就是那个勇敢让你可能勇敢说出来，那也要勇敢做出来。因为几百嘅经验，本但马嘅爱多位时咪唔敢讲出作业意，身体开始转变。读高中时期去印度广播员嘅头路，背面睇沙工两日咪做到鬼认真，韩国咪接下鬼多各种发通嘅主持工作。这包呀，接下来嘅挑战呢，係韩国人嘅的空中手机嘅面试课程了。这样的课就是要在讲我们怎样充实我们在面试，如果要通过关卡的话，有些国内航空公司考试方式啊，跟外商航空公司考试方式会略有一些不同。那我们来玩一玩外商航空公司考试，好吗？好，那我就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什么是5星级服务。那我们这样的进行的规则就是，我就不会说话了。那你们3位或者4位，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讨论完之后，你认为5星级服务是什么？然后再找一个人来帮我们下一个结论，好吗？那我就计时5分钟，好 ，Go。好，我觉得服务业哦，应该是都必须要具备5星。所以我刚刚马上想到，就是说，当然一个爱心一定的，对，大家有爱心才会将心比心嘛。是。再就是说，我们要有耐心，因为我们碰到有些人他的状况，可能他对这边不熟悉，有可能他真的碰到一些他自己不可抗拒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有耐心去了解他的需要。那再一个就是说，你的服务应该是从心发出来，就是要真心。真心。那再来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话，你是真的为了对方着想，所以你应该是非常诚心的对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任何事情是出自于你的真心。我是这样想这5个啦，不晓得说各位的看法是怎么样？想得很快。那我觉得既然是服务业嘛，哈。那打从心里面，就刚刚你讲过，真的要打从心里面的，很热意为大家服务。我的想法不会讲7tipper，哈，因为我的个性它是属于务实的那一种，我不会很深入去挖出跟某个东西来 tipper 来讲。我知道对的事情哈，我就会去附和，我不会讲 tipper 有某个主张哎呀。我觉得最重要是那种细节的地方，很多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地方，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的话，让人家感觉你那种同理心吧，好，他就会觉得说你这家的服务跟人家不一样，对。虽然大家讲手艺流水，我哋看起来简简单单的讨论，我有很多奥秘呢。
3位刚刚表达都很好，可是你们都说到了，可是你们刚刚都没有做到。比如说你刚刚讲团队，对，好，我们刚刚在看有5种人会出现在这种 group discussion 里面。第一种叫 starter，第一个人，第一个发表。刚刚谁第一个？我第一个，刚刚你第一个，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介绍你是谁呀？也就是我们真的去参加面试的时候，因为你旁边人都不认识的，所以刚刚 address others name 并没有出现。第二种角色在团队里面会出现的叫做 follower， 就他讲完之后就会跟着他的意见就出来了。就是我啦，对的，你也是 follower， 你是他 follower， 那你是 helper， 就是他讲什么，对啊，你会鼓励他，让他觉得他讲得很好，所以是一个 helper， 这是第3种。第4种就 coordinator， 就是协调者。但是刚刚这协调者在这里面并没有出现的，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在整个团体里面竟然没有相反意见。是的。那团队里怎么可能没有相反意见呢？我觉得他这种教学方式非常特别，他不 care 那个答案，他 care 的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过程，还有我们在报告的，就是那种团队的这种运作，跟老师报告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他 care 的是这个东西。那这是我们过去上课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其实这种利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是很活化的东西，也不会轻困难。喺平常，你係冇去注意佢啊，試到今後啦，呢種課程對你生活中幫助真大。雖然英語的課程上到大家教育啱啱背，是講同事們好多幾多，原來搶面試就有很多愛寫語嘅眉毛乜節呢。再過來嘅課程係大家頭蒙蒙嘅歸咎嘅放學床嘅實際專業訓練呢。现在要進教室咯，要去看特別的訓練場地。期待。來，請進。來，眼睛來看看啊！哇！哦！哇，跟真的飞机一样。对，它就是真的飞机哦。我们今天要飞哪里呀？把它拆过来，实体模拟，对，把它拆过来当教室的哈。实际上，你看龙姐就先想要看看那个行李，开得到，不要爬到椅子上才开得了啊！真的哦，开到喽！嗨，老师好，老师好，你好，姐姐好。老师，我带3位姐姐，你看她们都已经打扮的非常出街的空姐，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进阶，真的来到机舱来学习。先生簡單小結個空服員喺機艙上嘅各項工作過後，臨時為大家輪來假做人客同空中手機，實際來練習無共用嘅工作內容。请往那边，然後左轉。哦，好，謝謝，入座，謝謝。哦，龍姐很棒哎，請往這邊，然後左轉，還給客人一個很正確的方向指引，這樣很棒。那客人進來之後都會帶行李，大包小包嘛，對不對？那有沒有看到像這類型的櫃子？有，好，那行李放上去的時候特別注意，一定要放進去裡面一點點哦，要不然如果放得太外面，有可能行李會掉落。掉落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乘客受傷？是啊，會。啊，造成乘客受傷怎麼辦？所以在置放行李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放進去，然後把它關緊。我好想幫你哦。放好了就關下來。有沒有發現有時候這邊壓一下，再過來，再過來。OK，其實現在很多客人都很貼心，他發現你可能身高不夠的時候，這時候客人就會說：“來，我幫你關。”那這時候客人站起來，你是不是就可以有一個跟他很好的互動的機會了，對不對？這樣就是一個建立溝通的一個方式。原來同人客有好嘅互動，未解決得的身高同體力上唔足嘅所在，從辦唔贏行李嘅問題。最費氣嘅問題解決的，上面阿姐沒冇輕鬆下來，還失望睇嘅演練。哦吼，還係要出地位細問題。我的腳，你看看會痛哎，站久了好痛，因為我的腳瘦小的。哦，這個寬版的，你走起路來，我不綁這個魚線的話，等下啪嗒啪嗒變拖鞋了。
而且好多年没穿了，一直要抬头挺胸啊，面带笑容。其实很多肌肉是酸痛的，对。然后那个我们个子不是很高的话，穿的鞋子又必须要再垫高一点，那个负担真的。我们其实才刚开始迎宾而已，是啊，姐姐们是不是就已经觉得很辛苦了？真的。那我们就继续麻烦老师给我们训练喽。好，姐姐们，我们要再站起来了。好，整个的课程当中，我们就是要穿着这样的制服。这个年纪了，我们都穿那个健康鞋啊，那一下穿到那个高跟鞋的时候，觉得自己变美丽了，但是。不要走多久，不要站多久，我们的脚就酸到不行，就觉得说平常的保养好像也是还不太够。我觉得这个课程它附带让我们看到，就是到一个年纪，其实你追寻的不见得是一些新的收获，实际上是你生活历练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现在这个施压的地方呢，就用施压石来站出去，有没有？好，来脚，对，脚要合紧哦，好，来自动落下，好，来夹紧那个管子哦，好，让它自动落下 ，OK， 很棒，来再站回原位，因为客人看不到你了，对，要跟客人是紧的，对，让客人说，知道说如果今天真的太松，多少次我们的出国旅游，都觉得稀松平常，因为已经看多了，但是我们就发觉说，空姐他们在做这示范的时候，她的动作很优雅，让人家觉得很愿意去看。原来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我们真的操作起来还是很陌生哦。你看别人做都是轻松的，其实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觉得他那个中他的努力是有多少？欣赏然后得训练安全呐临时有状况的时间要播音呐按样的讲法你要大方来讲，做些好门。好几年都没有穿高跟鞋了。是，而且龙姐好像有受过伤，对不对？对，我就曾经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讲台上上课，那我就从台上要下去的时候，刚好被那个一条电线绊倒，就从讲台上摔下去。那这只左脚就受伤了。你好像有一阵子是比较低潮。对，那是真的。其实应该是说，我民国100年，大概是那段时间我得了就生了一场大病。出院的时候，诊断书上面居然写败血症，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而且我同时还并发急性肝炎、急性肾脏炎、眼睛的瞳膜炎，各种问题全部都出来。那于是我那一年，那个月的月底，我就正式的离开职场。那同时那一年呢，我就把妈妈接过来，接到我家来我照顾嘛。但是我照顾妈妈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爸爸先走。同一年就是在4个礼拜之间，我走了2个最亲爱的家人。那时候对我的人生打击非常的大，因为这辈子跟我最亲的人就是爸爸。爸爸妈妈相继在4个礼拜之内走，我自己的身体又在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之下，难过到我必须朋友建议我到长庚医院的精神科去做治疗。但我觉得那段时间幸好是还有教会的姐妹们，她们就是亲自来到家里来找我，然后我去看诊、去复诊，她们都陪着我去。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大概经过2、3年的时间，我才走出来。我到106年，我就想一想，我反正已经退休了，我就又回到学校，我去享受大学的生活。我又开始打开我的心胸，然后又开始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所以那个转变，你觉得很重要是念书哦？我觉得一个是念书，那是后期。那最早期，我觉得应该是宗教的力量改变了我。这几年我们看到他活出他原来的样貌了。对，谢谢。30年如睇无穷用嘅时期，拄到唔顺团转变，全意思还系爱去吃困难嘅决心，就有为无穷用嘅人生路。一摆挑战来到空中手机，而能每3每天初会有一堆全新嘅体验。
好哦，那我们来准备，我们要服务给客人，餐点我们已经准备好喽。那我们就把车子拉出来喽。姐姐来一个示范，然后我们要把东西放到这边哦，因为这是我们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起立蹲下的次数其实很高？好，那姐姐你看哦，你拿一个就站起来，好，然后再拿一个再站起来。这样伤不伤膝盖？是的，是不是？好来，次数要好多好来，你看旁边很多同事，对不对？可以帮忙那个接过来。对，工作当中我们会需要运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方式，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少膝盖的磨损？对，然后又可以达到有效率的工作。对 ，OK， 团队合作没有错。好，对呀，特别小心哦，哈。好，来移动，好来打开它，关起来，打开了。哦，好，这个门是有磁力的哈。是，对，好，但是你那边打不开怎么办？看一下你后面还有没有客人？没有，对不对？好，来，我们再往后一点，门打开，哎，来开。来，姐姐移动它，翻到侧边，折断它，不行，不行，折断它不行哦，哈，可不可以前后移动？有没有空间对移动？可不可以移动？好，我移动喽，姐姐请小心，我推一下车子喽，这样就行了。这样是不是？哎，怎么那么神奇呀？Easy right？我感受最深的地方，亲自推着餐车哈去服务客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灵机应变哈，需要有很充实的经验，不然很难去处理。用个烤肠哈，一般要3整日才好一度哦。前辈哈，我都差不多用6点钟的时间，将了比养鸡当客服做的事情哈，当耐心、细心、细腻哈，让他都交代按样做，实在当感动啊。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实习的客舱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融入那个环境，我觉得很像一个客舱长。今天课程一上下来，我的感觉是，现在就发现到说，空姐她除了是她必须要外形很美丽之外呢，最重要是她有一颗服务的心。那她在讲话上呢，就是如此的温柔体贴，没有一句负面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应到我们的人生，可能我们对应的这个人或我们的家人，是不是有些话是应该有一些所有的改变说法？他是不是觉得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分配上的，哎，嗨，仪容好漂亮哦，哇，好美哦！先给你们看在考核那一天，身材真好，真漂亮。那时候也要穿这样，我们也能这么美吗？真的哇！那刚刚你们在讨论，你们知道要分工吧？我们到时候培训，因为今天老师教好多东西哦。是。如果把送餐算2个人，最后还有一个2个人。送餐是2个，那这样等于是6项东西。对，然后3个人分那个任务再搭送餐配。就我们2个吧。那我们2个好了。对啊，好，我们2个人好了。4、5、6，好。对，然后那个广播就由我来负责讲客语。来帮他打发。是哆来咪人。哆来咪。因为淑姬姐可以加一个客语，我们来统一一下好了，因为是花样航空，如果每个空姐化的妆差很多，好像很奇怪哦。感觉上韩国系的，好像对，比较时髦，又比较干净的感觉，不会把很多颜色涂在脸上。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亲切。是，因为她的中东妆啊非常艳丽，然后那个小小的脸上就涂了很多颜色，我觉得很沉重。OK， 你有没有松一口气？有。来，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来，来，加油！好，花样航空，加油，加油，加油！上面这唔单止赛盲演练，还清明古运通会变个策划，甚至上传如枪式各项营养旅游嘅钢皮船，都係為到愛提高客家下有一定等值嘅展現。
那我们的3位姐姐都已经大班后生耶，大家应该很好奇哈，因为应该黑马个抽型。那我们就请3位姐姐进场。3位小姐来参加我们这次的面试。我们今天的时间很有限，那请你把你最好的一面，然后适合我们公司的部分，可以用1分钟让我们大家多认识你吗？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1号，我叫龙良英啊。那我是来自台北市，今年已经65岁，希望用最亲和的方式然后让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知道，银发族也可以成为很棒的空中小姐。谢谢评审老师。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2号娄一芳。过往呢，我是在公务单位服务，那么我本身是社工师。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协助。那如果说可以从事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乘客所需要的。希望公司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很好，很好，谢谢3号小姐。3位评审老师好，我是3号，我叫陈淑基，我是苗栗客家人，客家人。其实我来这里主要是我儿子的鼓励，他说：“妈妈，你少年时候希望完成空姐梦，那这次有这个机会，何不去试一试呢？我会本着过去照顾家人、照顾朋友的心情来照顾机上的乘客。”我们有给3位5分钟的时间，让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讨论。那这个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们可以谈谈吗？你们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吗？可以调整一下你们的座位。来，时间开始。觉得顾客永远是对的吗？我是2号一芳，你好。你好，我是1号龙良英。梁英，我是3号陈淑基。淑基，是的。小2位的看法怎么样？是谁要先发言吗？好，那请好 ，OK。讲到顾客永远是对的，我觉得这个观念要翻转了。是觉得只要是不合乎常理的，然后比较无理的要求，这些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所以当他提出你觉得不合理的要求，是有什么样的那个？我觉得如果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应该站在我们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可以委婉的拒绝它。其实既定的工作是蛮多的。是。那如果说在这个工作排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赶快去满足所有乘客的需求的时候，是或许那个他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我们可能可以再斟酌。經過訓練呢，亦能省3人跪下嘅全無共用，唔但請無聽表客愛先手機自家，你還記得愛隨時提供無共用嘅意見。無論目神交流，也眼神、手腳嘅動作，都表現到響的。嘿嘿，是個唔啲有太多嘅道先生嘅標準夢呢。你们有打算要接受我们给你的建议吗？想听结果吗？非常的很紧张，很想知道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真的姐姐们是这样子面试，然后在我说之前的话，丽卡有一些像形象上或仪态上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因为我们亚洲人的立体度通常都会比较不够，但是我们通常就是接待比较国外的客户会居多，然后仪态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就是肢体上也还蛮完整的，在立体度还有颜色的选择上，我觉得可以再大胆一点，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谢谢老师。我觉得仪态上3位稍显就紧绷了一点，有点紧张会紧张，因为要让主管知道，就是将来你在机场、国际机场走动的时候，或在客人面前走动的时候，你都是一样的态度，自然而优雅。那第2就有关那个团体讨论。第2就是我们要自我介绍，那我觉得今天3位都做得很好，都记得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都做到了。我们就是模拟，可是我很佩服你们，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准备，然后真的是觉得，因为刚刚姐姐们一直说归进总其实会紧张，然后你们真的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我相信后辈一定有很多学习，不管是说，比如说我们已经有家庭、有孩子、有孙子，事实上那样子的耐心、极度高度的耐心、高度的容忍度，绝对是年轻人没有的。所以见多识广真的是，当然啦，见多识广，高度就不一样啦，对不对？我们要决定最后这3位空服员，我们有没有要录用？1、2、3。对，我觉得就是3位的，我手都流汗了，很棒，很棒。我觉得3位的那个态度是真的很好。伊能33年想要做空中小姐嘅决心同态度，做得讲大家都溝通。順勢通過空中小姐面試考核的1道阿姐，怕唔知有意想愛暢快行上華陽航空嘅飛行里程呢？说真的，刚刚走那一条路哈，前面机长带领他那样威风凛凛的走，然后我们跟着，尤其是拉着行李箱，穿着高跟鞋，我们心里感觉到自己真的就是非常标准的空姐，我就感觉到我好像要去执服勤的那种感觉。哇！机长先进去，谢谢。3位姐姐要等一下。我们今天乘客有没有很特别？有。都是你们的家人，最亲爱的家人，真的哈，今天的朋友，加油，加油！好，我们准备登机喽。您好，欢迎搭乘花样航空。看起來個場平平順順的里程，其實我們還安排嘅幾道問題來考驗呢大家嘅反應能力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位置，本来就可是我的位置知道怎么样使用哦，这样子啊，这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您的机票吗？可是我在报到柜台的时候就说是我的位置，我要靠走道的位置。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别的位置可以处理。那您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机票呢？那我们有重复划位的情形。那不晓得说您希望走道的位置，我们帮你挪到走道的位置，可以吗？哪一位愿意移到另外的走道位置呢？谢谢。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好，那可以这边。好的。好，那谢谢啊。请把安全带系上。您的行李。哦，好好。来，我帮着您一起来。好，来。哇，超高了，不够力，先生可以麻烦你一下吗？谢谢。好，谢谢您哦。OK， 好，谢谢你，谢谢。好，那请您系上安全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请你再把安全带系好。谢谢您的配合，为了您的安全。好，我们计划没本你要求要给安全带。真给迷人眼呀，哈鲁黑眼看哦，没有漏掉的。美丽宾，欢迎您搭乘花样航空从台北前往香港。现在我们准备为您做安全示范，请注意前方空服人员为您所做的示范，谢谢。使用安全带时，扣环扣好，扣把向外一拨即可松开。氧气罩在您上方。机舱需要时会自动落下，用力拉下面罩。还是忐忑不安，都讲讲万一还做不出来啦，欣赏大分数啊，我答都唔好啊，我脑海里头一直这个重复穿救生衣的动作，用的重复安全带怎么弄，还有那个口罩下来的时候要怎么弄。一直在重复，其实种种全部一种压力啦，所以讲空姐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一辛苦呢。各位机长卢彦良及全体空服人员，好，室内正点冲黑
提特别比香港的办机吼吼，头都一公布呢，上面这路粮食都放起来吼，比讲我去送给传茶或者送饮料的，外国送我做过一讲伊的那种话给，等于呢送饮料了。来转出来一点 ，OK， 好，先开门，可以了 ，OK。小姐你好，小姐，我的餐里面好像有虫子哎，我帮你换一份，来，换一份。好，哎，那个餐如果不 OK， 可以那个吗？会有什么补救措施吗？如果你没有吃饱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加面包，好吗？谢谢。加一个面包哈，好大的面包。对呀，对呀。谢谢您，请慢用。用很多道具呀，还真给你面包。那刚讲，以奶奶态度还蛮难对他们变 OK。我有葱爆牛肉跟咖。马上录，哎呀，马上录过就妈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当妈妈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说，任何一些情绪起伏的人呢，我们有蛮多的包容。我就是一个服务的角色嘛，那不管是怎么样的需求，我们能够看待到他真的内心需求那个部分，而不是看到他情绪的部分。各位贵宾，你呀哈，术后通过一段模份经典医疗，像营养师真多毕业后。给好人嘅安全感，就维护人嘅安全，生活有嘅偏好，按自身。要俾空姐嘅咨詢哈，學習到青島啊，其實一種精神唔係單向空姐，所以帶到任何嘅服務業，包括你對你嘅家人也好，對朋友也好，哈，同樣按樣嘅謙虛，按樣柔軟的身段，我相信。在你身邊的人都會感受到很有溫暖、有陽光的感覺。我們終於順利降落了，謝謝這群乘客。然後到最後呢，董演啊，還會請老師打分數。好，1、2、3。謝謝老師，謝謝老師，恭喜跟老師，謝謝老師的肯定。那你今天看到姐姐打扮成這樣，有覺得很驚人？一下子覺得好像回到40年前的姐姐這樣。哇，真的，一個被公務員耽誤的空姐，真的哦，很適合，對不對？對，非常適合。哇，我想真的體力上可能我們確實是慢慢老去。但是在心態跟我們的想學習的這個心都沒有改變。我們整個過程當中，我們非常享受這樣的年紀的人，不管做什麼樣的服務，只要不是體力負荷太大的，我覺得都是蠻合適去做的。這次經驗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難得的。姐姐今天打扮就是特別漂亮，回到年輕的時候。我發現我姐姐的妝容好漂亮。笑得很燦爛哦，對啊，就是真的很適合服務業，對不對？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機會能夠嘗試這個空姐這樣子的生涯。我自己覺得我好像真的就是一個空中小姐，飛在高空中，然後服務客人哦，那種感覺真的說不出來的那種，就是很開心的感覺。這是在給我的人生哈。人生的下半場，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回憶的機會。在 Hello 倫溫書記姐老公憲哥，阿姨打扮都還有獎冇？獎差不多了。有沒有像真的空姐？你感覺？有點 feeling 了。有點 feeling， 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其實當歡喜啊，我老公今晡日來做乘客哈，本期感覺哇，我不用。沒走得做空姐，讓他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謝謝你今天來參加。